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日是2026年8月27号。今仔日的经文是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23节到26节、45节尾。出埃及记第2章23节到24节，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今仔日要甲大家三个分享的主题是光明之中。虽然咱知影约瑟的在世的时阵，带予埃及足大的祝福啦因为伊的解梦，因为伊的治理，互全埃及来脱离7年的大饥荒的侵蚀，甲互这个国家强盛，国库丰收。但是日子过了真久，后代继任的这个法老王就袂记这个因为约瑟来得到上帝的祝福就因为看见以色列人人口强大，势力强盛了后，就开始产生政治危机感，开始虐待以色列人，互因来做苦工。以色列人就哀嚎的声音达到伫上帝的耳孔。出埃及记第2章23节到24节，几若年了后，埃及王死，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吐气哀叫，因做苦工哀叫的声透到伫上帝遐，上帝听到因海惨的声，就想起伊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看顾以色列人，嘛关心因。圣经记载上帝听到嘛治愈因并且会记得伊甲以色列祖先所立的约甲应允。上帝听伊的儿女，不只是咧指讲出来记载遐的选民，也爱遐个接受着救恩、领受着呼召、愿意回应上帝、甲上帝同行的人。上帝引带所有军队伊脚前的人的脚步，赏赐因行伫这个光明的中间。保罗写予以弗所教会的批信的中间，就明白来提醒基督徒，着爱行伫这个光明的中间来过生活，活出迄个美好的见证。以弗所书第5章第1节到第6节，人既然是上帝所疼的囝儿，就学伊。言行举止都有疼心，亲像基督疼咱，为着咱牺牲家己的性命，做芳芳的祭来献予上帝。既然恁是上帝的子民，一切的淫乱、误会，还是贪欲的事，伫恁中间连讲都拢毋通，嘛毋通讲声淫粗俗，还是下流的话。反倒能感谢，就知影，确实知影淫乱、误会、贪婪的人，贪婪是一种拜偶像、基督甲上帝的国，绝对无因的份。毋通互人用空洞的话甲恁迷去，上帝会生气，会为着这个代志临到遐个悖逆的人。求主照光伫阮的生命中间，互阮的生活会当活出光明的人生，不但真坦然的人生，佮会脱离遐个怪力乱神的宗教行为，特别互阮来脱离有血，无叫阮入伫试炼，叫阮脱离迄个歹个，成做光明的囝。诗篇105篇第1节到第6节、23节到26节、45节尾，恁着感谢上主，求伊的名伫万民中间保养伊的作为，着对伊来吟诗，伊唱歌学乐，谈论伊一切奇妙的所做，着夸耀伊的圣名，愿找求上主的人心内欢喜。着倚靠上主甲伊的权能，不是找求见伊的面，伊的仆人亚伯拉罕的后代，伊所敬雅各的子孙恁着少念伊奇妙的作为，少念伊神迹甲伊所讲判断的话。以色列嘛来到伫埃及，
雅各出外伫含一地，上主互伊的子民生团真济，互因比对敌搁较强，伊改变对敌的心，互因怨恨伊的子民，用诡计的计谋对待伊的仆人。伊找伊的仆人摩西，甲伊所敬的亚伦。哈利路亚，称赞上主。恳求慈爱的上帝施恩伫阮即片的土地顶悬，互阮伫顶一礼拜受到水患的人会当早早的脱离灾情。再恳求主保守阮对明仔载后日可能闪过伫台湾北平的风台的侵袭，互阮会当活伫上帝照光的恩典之下。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